其他消息来关心，要过年啊！台中市市政府来到天定路年货大街联合街站，拢总发觉6件违规的情形，像讲应该爱冰的物件直接放伫外口单位咧卖，另外阁有产品标示无完整、无产品检验合格标章这情形，当场要求爱改善，假使若是无改善，就要求产品爱落价，互消费者会当安心来采购这个过年爱用的物件。天定街来放过年的歌曲，代表年货大街开始啊！年节一定爱传的脆食面、伴手礼，上惊的就是商品标示无清楚、无中文的标示袂使。商品的制造商、保存期限、保存的方法、介绍，也有退回条件，拢爱写好清楚。台中市政府来到天定街年货大街来咧抽查，连摊商使用的磅啊，拢爱来检验。19个甲相款服务台的工程。阁有180桶的假树，25个拍火器拢有符合规定。因为现在常常会有摊商是自己从国外带一些没有经过台湾合法上市的一些商品进来，那这一块可能在安全疑虑上会比较有问题。市政府抽查发现，天定街年货大街总共有300多个年货甲食品食料的单位，伫咧食品卫生的部分，应该冷藏保存的食品，直接放伫咧相关的单位顶悬来卖。一般商品的部分，鼎挂、杯珠啊，这商品无完整来标示材质、制造商这资料，阁有红仔、七汤面嘛无商品检验合格标章，总共查到6项的违规，当场就要求来改善，无法度改善的，就爱随从商品来落价，互消费者会当买着安心。记者综合报道。